Whippy 豬仔大家好，今年睇新聞都睇唔切啊！關稅嗰單嘢咧過咗愚人節之後啊，Donald Trump 咧俾咗單係點解會令到我哋康城街坊香港就嚟睇？歡迎到 Whippy 豬仔 channel，未 subscribe 我哋朋友咧記得 subscribe 我哋 Whippy 豬仔 channel 啦。好啦，呢集咧唔係講政治，亦都唔係講經濟啊，同我哋香港啦，同埋康城咧都有直接關係嘅新聞啊。咁啊，Donald Trump 啦，咁就加關稅。咁其實咧就可能係對搞廠咧嗰啲咧就好快好大影響啦，搞產品嗰啲亦都好大影響啦。但係咧，如果睇翻咧香港嘅生活咧，可能都會咧受到另一波嘅衝擊。點解咧？譬如呢段新聞就講英國嘅經濟學人又話會令中國再偉大，但係阿 Whippy 覺得咧，連香港咧都會咧有正面影響。大家可以諗下，香港以前發跡咧係靠中國大陸落嚟嘅難民而今水咧，美國咧可能咧佢個通脹咧極度膨脹啦，咁我會引入咧好多咧美國嚟香港搞教育啦，或者搞音樂嘅難民。可能你會話啦，阿 Whippy 啊，新加坡唔得咁樣，點會嚟香港？新加坡教育個體系同埋佢個教育嘅容納量就冇香港咁大，咁所以如果你係美國啊教書嘅，發現啲錢唔見使，生活越嚟越難，咁你走去邊呢？你嚟買 iPhone 嘅話，你會嚟返香港買呢？咁其實呢啲咧就會造成咗咧對香港咧一個咧唔同方面發展嘅新嘅機會啊！咁啊同我哋康城咩關係咧？康城咧繼續翻建設就得啦，因為咧其實啊呢個同康城話會做一個大學城咧呢個主題咧都可能咧有一個咧將來有個直接嘅關係，所以其實咧 Whippy 喺度咧都會去諗下，同大家去分享下就話點解康城可唔可以向呢個方面發展呢？即係咧變成一個咧同科大融合咗個教育城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對呢個睇法係點？但係 Whippy 都覺得咧呢個咧絕對係個正面嘅方向，包括咧搞好將軍澳啦、康城同科大建設啦，接受咧美國湧入嚟嘅將來嘅新嘅難民又好啦，或者係有教育嘅人才又好啦。咁呢個亦都係配合翻全球競爭嘅方向嘅發展。咁所以呢個咧亦都可能係我哋科大啦、將軍澳啦，甚至康城咧一個將來發展嘅新方向。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睇到呢單消息咧，就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去講翻究竟點解呢啲消息會同我哋康城有關係，同埋對我哋將來影響咧會係點？咁科大有咩特別啊？咁啊呢個大老細講㗎，科大係亞洲嘅 MIT 啊。而家畫面呢度咧，其實Whippy 帶咗大家去咗英國嗰度啊。咁之前咧就豬媽啦，同埋豬仔啦，同埋 Whippy 咧就去咗英國旅遊啊！咁嚟咗 Oxford 呢個大學城啊！咁你會見到啦，咁Oxford University 全世界都有名啦。咁就同呢個 Oxford 呢個地方咧，其實就融合咗一齊，成為一個咧歷史悠久啦、世界聞名嘅大學城。咁呢度當然啦，就學術氣氛好濃厚啦。咁好多有教育志向嘅人咧都嚟咗呢度居住啦、搞教育啦、嚟呢度讀書啦，咁引用咗好多嘅教育嘅天才啦、精英啦、諾貝爾獎人士。咁我哋睇翻康城未來10年、20年之後，究竟有冇機會好似呢一座城市咁呢？咁當然啦，呢啲嘢咧都可能係Whippy 嘅推測啊，咁唔知大家點睇？咁歡迎留言啦，一齊分享。如果鍾意聽Whippy呢種類嘅分享咧，請大家多啲留言啦，咁Whippy再去分享多啲。